熟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密，跟照片很不像的本人。今天是我的自己办的一个演唱活动，就是新的报告。对，就是要报告就是最近我发生什么事情，什么样的心得。事实上我昨天才刚从法国回来，然后一回来就是今天的这场演出。目前还在，应该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法国的早上啊，应该是刚醒过来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唱歌好了。你们很紧张吗？我觉得我好感觉好像大家都很紧张，我也是。好，唱一首歌，这首歌，我想要先唱看看的，就是先把自己的精神打起来。这首歌叫《驯狗》，还没有放在专辑里面，先给大家听看。掌声！